上一期结尾，允熙收到秦雅的通知，秦雅的首席闵徐雅意外死亡，女儿露娜作为预备生被自动录取。允熙听完一下子惊慌失措，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。时间回到14小时前，赫拉宫的妇人们盛装打扮，济济一堂。此时秀莲找到了那个套着蓝色外套的女孩，等翻到名字，秀莲更加惊讶了，原来自己亲生女儿就是之前来家里补课的闵徐雅。更为奇怪的是，闵徐雅曾经被送到美国领养，之后又被弃养。资料里面还有一张雪雅和赵议员的合影。秀莲得知女儿这些年颠沛流离，被人像个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她心疼不已，愤怒地质问院长究竟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的。院长自知理亏，他赶忙收起资料，粗鲁地赶走秀莲。回去的路上，秀莲满脑子都想着女儿，没想到本该被自己精心呵护的雪雅，变成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孤儿。成日里穿着那双破旧的帆布鞋，为了生活不得不谎称自己是家教来赚取点生活费。在自家补习时，一次次的被丈夫和西京谩骂针对。想到这，秀莲心如刀割。如果早点认出女儿，女儿就不会吃这么多苦。这时秀莲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手机上显示8个丈夫的未接来电。秀莲不耐烦划走，却急切地想和雪雅取得联系，不料电话那头迟迟没有回应。秀莲联系不上雪雅，无奈只能先赶回派对。此时楼下的妇人们正在狂欢，有人悄悄来到机械室放走雪雅。雪雅一路狂奔，似乎想甩掉身后追她的人。秀莲走进电梯，想着过了今晚就把雪雅接回身边。电梯缓缓下落，忽然秀莲看到有人被推下阳台，那人在下坠的过程中与秀莲四目相望。秀莲惊呆了，被推下去的人正是她的女儿雪雅。下一秒，雪雅血肉模糊，摔死在赫拉女神像上，而秀莲眼睁睁地看着女儿摔死，吓得瘫在电梯上尖叫，随后一阵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大厅里的妇人们透过落地窗欣赏着外面的烟花秀。明和妈妈兴奋地拿出手机自拍起来，突然她发现赫拉女神像上横卧着闵徐雅的尸体，众人被吓坏了。周会长反应最快，为了不惊动屋内名流，他关了外面的电灯。众人围在水池边确认闵徐雅死亡后，开始抱怨徐雅的尸体毁了昂贵的女神像。明和妈妈提议报警处理，李律师一口否决。警察一来，他们就会成为重点的怀疑对象，而自己的孩子们都和徐雅有过节，恐怕也会被带走审查。周会长想到把尸体转移到徐雅住的宝松村，伪造成徐雅在家自杀的假象。李律师又站出来反对，即使他们没有杀害雪雅，但遗弃尸体也会被判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然而周会长管不了那么多，如果真的惊动了警察，在场的人还有孩子们的人生都会完蛋。众人权衡了一番，觉得周会长的建议最为可行。时间不多了，再过1个多小时，赵议员就要在这里举行点灯仪式。周会长决定，男人们搬运尸体，女人们留下处理神像上血迹。明和妈妈从家里拿来一个装尸袋，众人手忙脚乱地把尸体给抬进去，拉上拉链。心急迫身的钱瑞珍为了演好这场戏，还伪造了一封遗书。周会长3人乘坐电梯的过程中，电梯里进来一位警察。警察称有人举报，刚刚从赫拉宫传来一声尖叫。周会长解释，大概是烟花绽放的时候，附近居民的欢呼声被误以为是尖叫。突然，警察的笔掉在地上，周会长注意到尸体上的血液渗透到地上，抢在警察之前把笔捡起来，又给夏医生使了个眼色。夏医生故意踢倒李律师，遮住血液。这时警察疑惑，3人的手上为什么戴着与礼服不相符的橡胶手套？周会长又强行解释，刚刚3人去搬酒，手上才套的橡胶手套。好不容易打发走警察，路上交警正在查酒驾，3人懵了，他们都在派对上喝了酒。李律师想贿赂交警，没想到交警刚正不阿，不吃这套。夏医生硬着头皮吹了一口气，居然通过了。原来夏医生并没有喝酒，3人有惊无险来到民保松村。夏医生和李律师先破坏掉小区监控，随后周会长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地点摆放好徐雅的尸体。不料在搬运尸体的过程中，律师那块价值15亿的怀表落在现场。清理尸体时，周会长发现徐雅脚上少了一只运动鞋，他立刻打电话让赫拉宫的3个女人看看现场有没有遗落的那只鞋子。女人们找了一圈都没找到鞋子的踪影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周会长只好赶紧收尾。3人来到雪雅家放好遗书，最后一把大火烧了房子。
与此同时，留在赫拉宫的女人们清理好了神像，然而喷水池的水流太小，短时间内根本填不满水池。珍妮妈妈拿来3个桶，打算从卫生间接水填满水池。身娇肉贵的妇人们第一次蓬头垢面地劳作起来，样子要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秀莲惊醒，想到昏迷之前看到的那一幕，她急忙冲进现场，却发现宴会正常举行，大家也神色如常，和自己寒暄，让秀莲有一种做了一场梦的错觉。赵议员按下点灯按钮，赫拉宫周围绽放起绚烂的烟花，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但细心的秀莲还是观察到丈夫的衬衫上有一处血迹。千瑞珍连忙上前打圆场解释，自己刚才不小心把红酒洒在周会长身上。随后秀莲又观察到每个人的身上首饰上或多或少都沾上了血渍，再翻开手机一看，徐雅还是没有回复。秀莲心里愈发不安。突然赵议员指着赫拉女神像，疑惑上面为什么有只运动鞋。原来徐雅之前落下的鞋子就在神像上。周会长一脸轻松，表示大概是哪个孩子恶作剧放上去的。而秀莲终于确认了自己昏迷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秀莲悄悄观察周会长几人，他们一听到宝松村着火，神色立刻不自然起来。秀莲认为女儿的死一定和他们脱不了关系。秀莲赶到宝松村，看到女儿的尸体，掩面痛哭。随后一路追着救护车，想和女儿做最后的道别。这时一辆车拦在她面前，秀莲一个急刹车，脑袋撞到方向盘上，晕了过去。等秀莲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绑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床边一个男人背对自己而立。秀莲请求男人解开绑带，男人转过身，秀莲发现他是丈夫身边的尹市长。尹市长坦白自己就是给秀莲通风报信的神秘人。原来尹市长忽然良心发现，觉得这些年跟着周会长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所以想亡羊补牢，帮助秀莲。尹市长告诉秀莲，当年徐雅虽然早产，但非常健康，而和她同一天出生的另一个早产儿却一直昏迷不醒。周会长买通护士和会人的生母，来了个狸猫换太子，并指示尹市长把刚出生的徐雅处理掉。然而尹市长不忍心对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下手，背着周会长把徐雅送到了福利院。秀莲听完崩溃不已，尹市长先行离开，让秀莲一个人冷静下来。躺在病床上的秀莲不断念叨着一定要杀了周会长。徐雅死后，不仅大人们精神有些不正常，就连恩星都变得敏感起来。西京提了一句徐雅自杀，恩星忽然捂着耳朵吼叫起来，让人不禁怀疑徐雅是被恩星所杀。第二天，允熙得知徐雅死亡的消息，立刻赶往赫拉宫。看到珍妮和恩星似乎一切正常，她不禁松了口气。珍妮却发现允熙的手上的血迹，难道昨晚允熙杀了薛雅？这时，赫拉宫的妇人们也在互相怀疑。李律师认为，徐雅刚考上名校，也有全额奖学金，这样前途一片光明的人，根本没必要自杀，肯定是在场的某个人瞒着大家对徐雅下手。大家互相指责猜忌，场面陷入混乱。周会长气愤之下砸碎了花瓶，提醒大家，与其在这边争吵，不如想想一会儿怎么和警察做口供。众人在周会长的提醒下，纷纷调整好状态，在警察面前说得滴水不漏。轮到周会长时，警察提到周会长的老婆秀莲曾多次联系过米须雅。周会长表面上为自己老婆开脱，内心却产生了怀疑。千瑞珍回到家，揭开手腕上的纱布，纱布下是一个深深的咬痕。原来派对开始之前，千瑞珍曾悄悄找过米须雅，要求她交出视频。没想到徐雅告诉她，自己手机里不仅有她和周会长偷情的视频，还有清雅考试的黑幕。盛怒之下，千瑞珍扇了徐雅一巴掌，戒指锋利的边缘划伤了徐雅的脸。徐雅一口咬住瑞珍的手腕，伤痕就是那时候留下的。警察初步判断徐雅死亡为自杀，局长碍于赫拉宫的势力，要求属下尽快火化徐雅尸体。尹市长悄悄把尸体转移到秀莲那边。医生做完尸检后，把从徐雅胃里拿出来的 U 盘交给秀莲。秀莲抱着女儿冰冷的尸体痛哭流涕，发誓要为女儿报仇。此时李律师发现自己的名表丢失，夫妻二人顿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晚上，千瑞珍来周会长家赴约，周会长原以为秀莲今晚不会回来，放心大胆地与瑞珍拥吻起来。没想到提前回来的秀莲在暗中撞破了一切。剧情到这里留下许多疑点：是谁把徐雅从机械室放出来？
徐雅当年被领养又弃养的背后发生了什么？杀害徐雅的真凶究竟是赫拉宫的妇人们，还是另有他人？最后感谢观看，别忘了关注收藏，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剧情。